台湾桃园县第5县区系传统客家庄品质龙潭，也被蓝绿路推出客家时代候选人，代表民进党嘅系政治资历喜丰富嘅彭天富，国民党则系基层出来嘅品质市长夫人林玉莲。上届立委选举蓝绿嘅得票率分配系62同33，不过也被民进党嘅彭天富大家如去熟悉，国民党嘅候选人林玉莲都无按有名。不过，韩国大家注意嘅係2-3年路面臨共同統治、推動長線而本就而能選票嘅壓力。現在在握手的，各位知道是誰嗎？一重一重嘅說明會，做好選民認識佢，還了解林玉蓮為了做得比平鎮龍潭爭取到乜解，因為佢係對基層做意思。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玉蓮表示，佢清了解鄉親嘅需求，都一隻客家人口按度嘅素材，立法委員按用嘅做，爭做得為鄉親帶來呢條嘅建設，佢都會重新比心去完成，實現加增建。我喺平鎮龍潭採啲客家細妹，我喺平鎮市出生嘅客家細妹。我做過公務人員15年的時間，扎根在平鎮龍潭，所以鄉親的事情就等於我的事情。我會同鄉親的事情當做我嘅大事情，會為鄉親做事，苦民所苦，將心比心。民進黨方面，也選區係資歷豐富嘅彭天富出來選，不過對一隻南洋支持者較多嘅選區，彭天富表示，國民黨執政也按多年來，當到客家鄉親對政府冇信心。故做第100選戰當中，佢不留7家從政黨員推動客家政策來向鄉親報告，而且明了解萬人則係政見比大家沒有福利。像安尼品質除了龍潭鄉哦，本來一流應講哦，你也是按照藍色比綠色嚟下鄉，但事實上呢，你也唔係講研究上嘅啦哦，我就按到原來國民黨執政呢，本安尼嘅鄉親長輩呢，非常係冇信心。哦，所以講呢，也問大家呢對民進黨，尤其呢對蔡英文兩黨嘅民進黨啊，也應該要寄予高度的厚望。民黨呢進前做50年，安尼3年來呢基本呢客家做乜嘅，也兩相比較一下呢，安尼鄉親長輩呢非常清楚。彭天富指出，第5選區雖然先到動辛苦，不過嘅政治建立完整，韓國叫佢爭取台鐵鐵下化，參與幫助到平鎮龍潭，爭取客家預算也到增建。故作佢對呢條選情持續同樂觀，林玉蓮則表示，佢雖然冇對出按有名，不過佢決定參選過後，佢派嚟600人從嘅說明會，一到3萬都係大家看得到。佢提出參與幫助到平鎮龍潭，發揮路結海，爭取客家建設到客家鄉鎮市也到增建，來爭取選民支持。不過2-3年都遇到黨內分裂嘅問題，用嘅克服表現分散態度，或係影響選情輕重要嘅關鍵。客家新聞論壇，桃園報道。